相隔30年，电影《滚滚红尘》推修复版上映，监制徐丰金5日晚出席首映会说，《滚滚红尘》收藏林青霞、秦汉、张曼玉最美好的光华岁月。当年他看完毛片，就预感林青霞能夺金马影后。华语经典爱情片《滚滚红尘》集结林青霞、秦汉、张曼玉主演，是已故作家三毛生前唯一编剧作品。当年林青霞和张曼玉以此片双双夺下第27届金马影后及女配角，更横扫金马8项大奖，至今仍保持纪录，甚至有华人版《乱世佳人》的美誉。随修复片即将上映，今晚在台北信义威秀举行首映会宣传。继完成《霸王别姬》修复片，徐丰如今再让《滚滚红尘》重新跃上大荧幕。谈及当年筹拍契机，徐丰说，某天林青霞打电话到香港给他，表示有个剧本想请他过目，因为一般电影公司老板都不想投资，问他有没有意愿拍摄。徐丰看了剧本后深受感动，马上跟林青霞说想拍出来，我特别喜欢拍人家没有拍的题材。滚滚红尘集结当年一情一灵经典荧幕情侣组合，徐丰认为演出这些角色的卡司都是不二人选，剧本就是为他们而写的，他们来演是最合适的。而当年看完电影毛片后，徐丰更肯定预料林青霞必定能夺金马影后。在徐丰眼中，《滚滚红尘》收藏林青霞、秦汉、张曼玉最美好的光华岁月，演技同样令人赞叹。未来是否规划筹拍新电影？徐丰笑回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，也强调他最爱的就是电影，我会全力以赴，义无反顾。徐丰和林青霞身为影后，也给予后辈演员鼓励。林青霞提到，当年她体重不满100磅，约45公斤，这么精瘦怎么经得起风吹雨打？我想，我是真的很爱演戏吧。她并强调，若遇到好戏，一点都不怕苦，因为对演戏有狂热，就会全心投入，相信观众会看见。《滚滚红尘》电影主题曲由罗大佑作词作曲，当年他以这首歌获金马奖提名最佳电影插曲，至今仍不断被后辈歌手翻唱。谈及当时创作想法，罗大佑说，这首歌词曲以3拍子组合而成，象征大时代下不断转动的滚滚恋情，唯美动人。方今天才从中国飞来台湾，特意到戏院重温《滚滚红尘》。他坦言自己是这部片的忠实粉丝，百看不腻。今天下午抵台，明天就要回上海。珍珍则说，这部戏是林青霞主演，徐丰出品，两人都是他最要好朋友，特地前来支持，也祝福电影大卖。此外，今晚影坛与艺文界人士纷纷齐聚戏院，包括知名作家蒋勋、云门舞集艺术总监林怀民、导演蔡明亮等。《滚滚红尘》8日正式在台上映。中央社。